我接着来跟世界各地的莲友们探讨，我们不为生气而活啊。有一位金代禅师，他非常喜爱兰花，在平日弘法讲经之余，花费了许多的时间在栽种兰花。有一天，他要外出旅游一段时间，临行之前就交代弟子要好好照顾寺院里面的兰花。那么在这一段期间，弟子们总是很细心的照顾兰花。但有一天在浇水的时候，却不小心将兰花架子碰倒了，所有的兰花盆都跌碎了，兰花散了满地啊！弟子们都非常的恐慌，打算等师父回来后要向师父赔罪临罚呀。等到金代禅师回来啦，听到这件事情，不但没有责怪，反而对弟子们说道：我种兰花，一来是希望用来供佛，二来是为了美化寺庙的环境，不是为了生气而种兰花的。哎呀，看到他讲这一句话，师父啊，有时候感到很羞愧啊，很羞愧。我们有时候很芝麻小事，动不动就火冒三丈，真的是惭愧极了。金代禅师说得好，我不是为了生气而种兰花的。禅师之所以看得开，是因为他虽然喜欢兰花，但心中却没有兰花这个挂碍啊。因此，兰花的得跟失，并不影响他心中的喜怒啊。相反的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，常因为牵挂太多，太在意得跟失，以至于影响到我们情绪的起伏，使我们不快乐。如果我们在生气的时候，能多想想，我不是为了生气而工作的，我不是为了生气而教书的，我不是为了生气而去旅游的，我不是为了生气而交朋友的，我不是为了生气而结为夫妻的，我不是为了生气而生儿育女的，那么烦恼的心情自然转成安详平静啊。有一位读书人说了一句话：生气是拿别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。这句话说得再贴切不过了。下一次当你要生气的时候，请你记住，别再当傻瓜了。为何要拿别人的过错来惩罚自己呢？所以我们要提得起放得下，对世间这种虚幻不实的假象，我们不要太在意。我们内心有阿弥陀佛慈光的普照，可以增长智慧，可以消除业障。我们一心的持念名号，未来有个非常美好的归宿，这个才是我们要追求的。其余的好啊、坏啊、善啊、恶啊、得啊、失啊，这些都是过眼云烟，我们不要太在意啊。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